主后2023年10月1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属灵的父母，圣经咱做来听读，哥林多后书12章11节到21节。我一直做戆人，是恁甲我逼的，恁着甲我保障才对。虽然我无受重视，嘛无确事遐超级使徒。我伫恁中间有用上大的耐心行新约、技术甲关联，证明我是使徒。我无互恁机会帮助我以外，我对待恁比对待其他的教会有倒一项做较无够。我即个无公道，请恁原谅。当我第3遍准备要去访问恁，我袂诚做恁的负担，我袂要求恁甚物，因为我所爱的是恁，毋是恁的钱。应该是父母为着囝儿，毋是囝儿为着父母积聚财物。我真欢喜为着恁付出我所有的，甚至连我本身都完全付出。减讲我疼恁愈济，就得到恁的疼愈少。准讲我开价多端，用欺骗利用恁得到利益，我减捌甲恁拖累。我减有派甚物人去甲恁骗。我有囥摕倒去恁遐，搁派一个兄弟甲伊做伙去，摕倒减有骗恁。阮减无共心神咧做，减无共步调伫行。恁一直想讲，阮对恁伫为着家己辩护是无？毋是，阮伫上帝面前讲上帝爱阮讲的话。亲爱的朋友，阮所做的，拢是要互恁得到造就。我今仔去恁遐的时，看见恁甲我所期待的无相同。恁看见我，甲恁对我的期待嘛无相同。我惊了恁有纷争、嫉妒、歹性地、自私、诽谤、讲骹正后话、骄傲、无特殊。我惊了后遍搁去恁遐的时，我的上帝会互我伫恁面前见笑。我会为着真侪人啼哭，因为因对过去所犯的罪、污秽、淫乱、放荡，还未悔改。属灵的父母，新学院毕业了后，经过抽签分派到台东部落的教会，我就带太太和未满大岁的囡仔前往赴任。还会记得赴任了后，每一主日早起8点爱先伫一个部落主领礼拜，结束礼拜了后，搁开车坐一粒山头去到另外一个部落的教会，搁做礼拜的主理。我无原住民血统，也无了解部落文化，牧养部落教会的挑战真大。对我这个外族人来讲，使用信徒的族语讲道，是因为疼甲认同。伫牧会前期，我的族语讲道拢是土法炼钢，想尽办法用族语写落逐字稿，过程艰辛佮痛苦。何况牧会毋是只有准备讲道片尔定，语言也毋是唯一的挑战。因为教会弱小，经费大部分是来自各地的奉献。对我这个新手传道来讲，伫生活起居、教会内面的张力、甲同工的关系，以及家庭甲工作的冲突，拢充满挑战甲
压力。无共族群的接纳本体就无啥容易，因为安尼，我常常亲像耶稣要上十字架顶以前共款，伊咧讲：爸啊，你若愿意，就甲即个杯摕走。总是因为知影什么是真正的委身，所以我搁较祈求，毋通照我的意思得成，是着照你的意思得成。保罗的生活和领导方式，真实活出受顶十字架的耶稣样式。哥林多人无认同保罗的散车甲受苦，等于无认同耶稣。保罗真想要甲哥林多的信徒和好，总是爱等到因真正接受十字架的逆理，生命改变，彼此才会当真正和好。同时，耶路撒冷发生饥荒，犹太基督徒陷入贫困，保罗就伫伊建立的教会募款。遐个信徒大多数是马其顿人和加勒泰人，毋是犹太人。虽然族群无共，因也乐意捐赞，作为伫基督内面合一的标志。因为哥林多教会和保罗的冲突还未化解，所以因无为捐献做准备。对保罗来讲，这不只是钱的问题，也显示哥林多信徒无真正互福音改变。保罗希望透过第三度的访问，互哥林多的信徒知影，伊关心的是因本身，毋是想要爱因的金钱。耶稣捌对犹太人讲：我就是对天降落来迄个活命的饼，人若食即个饼，会永远活地。我要互人的饼，就是我的肉，是为着要互世间人有活命献的。耶稣所讲的食物，毋是一般物质的食物。保罗就亲像哥林多信徒的属灵父母，伊效法基督的道成肉身，宁可忍受物质的欠缺，也毋愿拖累因；宁可忍受逐款迫害和患难，也要用真理养饲因，互因有份伫基督十字架的救恩。默想，我是毋是愿意效法基督的道成肉体和受苦的十字架，用基督的心做心？我是毋是愿意效法基督的道成肉身和受苦的十字架，用基督的心做心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你的意念较悬过我的意念。求你帮助我顺服你的旨意，互我通得用舍己的行动来见证基督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